艺人许伟宁曾和阮经天爱情长跑8年，最后却以分手收场。不过沉淀一阵子后，他也大方认爱，目前与摄影师刘幼年热恋中。过年期间，男友还陪她回娘家过年，小两口更和家人们一起玩起卡通变装趴，气氛相当热络。许伟宁昨6日再贴出与家人们 cosplay 的照片，从照片可见，虽然男友仅是简单的阿拉丁装扮，但许伟宁却是精心扮演扑克牌中的红心皇后，将整张脸涂白，再画上浮夸的眼妆，而旁边的亲戚们也不遑多让，分别打扮成 Elmo、大力水手补派、美少女战士等卡通角色，众人玩得不亦乐乎。贴文一出后，眼尖的网友也发现，后方阿嬷淡定看着镜头的表情，与前面变装的家人形成对比，纷纷留言表示结果阿嬷最亮眼，阿嬷好淡定的入镜。阿嬷表示，愣舞要紧眸，后面的阿嬷最稳了。实习编辑斜线许雅竹。